港珠澳大橋，全世界最長嘅跨海大橋。大家好，我係你嘅灣區顧問 Audrey。而家我企喺嘅位置就係港珠澳大橋嘅橋頭堡，港珠澳未來城。全國唯一一個同香港、澳門兩個特別行政區陸路相連嘅位置，東面30分鐘車程直達香港，南面步行5分鐘通關澳門，北面10分鐘到珠海市中心。港珠澳大橋年客流量突破2150萬人，單日車流量超過23000架，呢度就係灣區嘅流量心臟。120萬平方米口岸綜合體，由世界知名嘅美國 SOM 建築事務所設計，國企中國人壽集團旗下全力開發，國家級信用背書，資金實力雄厚，品質有保障。第一期已經收樓2年時間，2期單位都係今年嘅年中正式迎嚟全面交付。而家重點嚟啦，2期全面升級，採用更高規格嘅精裝修標準，用料細節全面提升，無論係地板、櫥櫃定係浴衛設備，全部都係升級版，入伙唔使再煩裝修。園林設計升級，2期設有約1.3萬平方米嘅升級版園林，更大嘅綠化空間，更豐富嘅層次景觀。3樓園林望出去就係港珠澳大橋一線海景，幾乎每套單位都望到海，大面積單位更係一線無遮擋港珠澳大橋景。步行5分鐘就到口岸新天地商業街，大型商超、休閒會所、潮流餐飲一應俱全。未來屋苑旁邊仲有一個規模可以同 K11 媲美嘅大型濱海商業體。呢度仲係珠海唯一大學區嘅商業項目，無論投資定係自用都更有價值。發展商有少量特價單位，90萬拎低一套現樓單位，首期低至30萬。香港機場返工嘅空姐空少、機場職員，澳門讀書嘅學生都係你嘅目標租客。項目以累估約3000伙，香港買家佔逾35%。除咗細單位，仲有77到210平方嘅2至4房。好似我身後呢一套215平方嘅4房單位，10米長嘅全海景露台，世紀工程就喺你腳下。想攞最 update 嘅價單同實地感受升級版園林同海景，即刻私信我帶你實地睇樓，仲可以幫你計埋按揭同回報。留言未來城，我即時覆你。